兄弟們，琴日介紹完一部奧迪 A6嘅旅行車，今日梗係要嚟介紹一下一部 BMW 20年最有型嘅旅行車，就係呢一部320i M Sport Touring。我要睇一睇呢部車嘅內外觀，嚟去片。Brighter than the moon. Hello， 嚟到車入面嘅內裝嗱，先介紹下呢部車先。佢有雙液晶螢幕，最新版本2020年7月出廠，里程淨係跑7萬嘅啫，價錢係1428000蚊，有埋 ACC 跟車定速雙區嘅恆溫，有埋全景天窗。有興趣可以過嚟參考一下呢部車。